着今仔日，咱会通搁再一届伫耶和华上帝殿中自集，亲像圣经所讲，人讲咱耶和华的殿中去，我就欢喜，我就快乐。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来感谢因为上帝看顾咱身体健康、灵魂勇健，咱感谢上帝的疼痛。继续伫主的面前来仰望主，来保守赐稳伫咱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名宣告。安乐圣教会要领受上帝的疼，分享上帝的疼，也要甲上帝三角同行。透过祈祷，会当找到上帝的心意，会通做成上帝心意欢喜的工。互安乐圣教会通过安尼来见证上帝的救恩，见证基督的救赎，见证圣灵的同在。咱三角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的疼痛，来保守照顾。主啊，互阮每一个人勇敢伫主你的面前，阮是会通伫甲上帝同工的。你是主，是上帝，赐阮伫一切的事上。主，互阮伫你的疼内面，兄弟姊妹通搁再一届同齐同心来自集伫耶和华的殿中。你是主，是上帝，你亲自兴起人的心思意念，也想事互人勇敢、仁爱、谨守的心。主，阮要感谢你。因为你的信息、你的慈爱一直拢伫咧，伫每一个日子，上帝你看顾病痛的，上帝你医治，伫阮心灵软弱的时刻，圣灵你亲自加添，互阮快乐；伫国家患难的日子，你想事互阮有权柄，为着国家城市来守望来祈祷。上帝啊，阮活伫这个地面上，你甲阮讲。我们诚侪以马内利的使者，报传平安的佳音。你是上帝，你将一切的能力赏赐予见那超找你的人。所以，阮的心仰望主你的疼痛，继续赐恩保守看顾，互安乐圣教会伫主你家己的疼内面，甲主你三角同工。主照你所应允的，阮顾念你的国。顾念你公义的推展，上帝你的疼，特别伫阮的心上，丰丰富富加添予阮。唯愿主你家己赐平安的灵，亲自保守赐恩，互安乐圣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会通伫上帝你的怜悯甲祝福内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阮感谢你的疼痛，唯愿你赐福，照着上帝你的疼痛。互对上界少年，一直到上界年长的每一个人的心、心灵，拢得主的保守，并且甲上帝三角同心同行，通互主你家己所应允同样属灵的福气，显明伫你正义女的身上，互众人看到安乐圣教会，你的教会，奉主的名所建立的教会，主。因为因看到其中的众人侍奉上帝所得到的平安，就是伫患难中的快乐、软弱中的刚强、信心中的坚强。上帝，你互百姓看到，因就羡慕，因的脚也要行伫平安的道路上。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安乐圣教会，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圣名，阿门。下面咱请明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平安。消息报告：第今仔日圣诞主日举行圣餐以及洗礼式。恭喜杨正贤、李建立、吴秋桃、吴秀玉等4位兄弟，今仔日受洗归入主名，愿上帝赐福因伫主的疼，一同成长，进入属灵大家庭。第12月31礼拜3暗时9点半至0时10分。举行年度跨年祈祷会，敬邀兄弟一同参加，当来孝顺上帝赐咱一年
久的恩典，并一同仰望上帝恩赐带领未来新的一年。第三，2026年正月初十上午9点半举办主日崇拜、服侍、同工训练，敬请所有现在参与侍奉的同工，甲着未来有意加入服侍的同工参加，请填表单报名。12月21截止。第四，2026年2月初2至初6举办儿童主日学冬令营，地点伫教会。相关的资讯，日后再公布。鼓励会当参加，会当邀请邻捌的孩儿参加。若有意愿参与服侍的兄弟，向孟村传道报名。服侍的项目是餐点预备甲着助教。敢有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俄勒请敬拜团。平安，有欢喜无？有哦，咱甲上帝拍扑啊，感谢伊。今仔日是快乐的日，咱要甲咱要受洗礼的兄弟同齐非常用着兴奋的心情参加组织敬拜。我相信当咧洗礼时阵，上帝伊保佑，甲遐天使天君都要徛起来拍扑啊，欢迎加入上帝的阿门。咱咧来用诗歌来敬拜咱的主，伫线上的兄弟也准备心，大家出声来做伙吟诗，请。表明阮对你的感谢。一代为了有一代，岁月经历无再来，今夜的路无远离，世上日子那黑，世间日子那黑。
人、聪明的人，听见伊的话，就去遵守的人，的确有福分。因为伊所讲话，句句拢是真，总无落空。伊的信息伟大。伊的信息伟大。你的信息伟大，就给我一杯。你的手永不转动力量，我只是对耶稣爱不改变，不是我主耶稣尽管尊名，你的信息伟大，你的信息伟大，只有主我为你所有的罪我无比，你的信息伟大，永不改变。看他就当是为他循环。你为这心地归的我想，我就把你的灵从这主眼前，说听别不拿天公黑面，你的信息伟大，你的信息伟大，只有你从我面前，我为你所使用的伟大无比，你的信息伟大，永不改变。咱一个少年子，伊会听透，伊的信息，互日月星辰按时来运转，所以有春夏秋冬。所以咱伫遮咧徛起，得到伊的温宠，日日月月，用着感恩的心献上咱的感谢。我最想念阳光的恩典，主是的我当天安慰平常。
定安稳会疼痛，永无改变。主啊，我要伫面前，真正是充满了感谢。特别今仔日有三位兄姐伫台语堂要接受洗礼，入主你的圣尊名，何等的欢喜！我们讲快乐的日，快乐的日，哈利路亚！当一个人做人归应你的时，主啊，你何等欢喜！你的罪也洗，你的宝血也洗，阮的罪敢有清气？要甲主永远三角徛起，快乐的日。要有记忆，我想保留，今后要守，有我的歌，很细心的，不喊我的，我高歌数，欢拥有我，快乐的，快乐的，我就是耶，做谁前提，最低下的，不管我的。上帝今日特别要来守圣餐，主啊，求咱的你的保护遮看咱，咱接下来祈祷，为着家己来祈祷。哈利路亚！那是有应从为因而为信的罪，神啊，求你显明，求你显明阮的罪过，一直到阮无好罪过赢过免直到阮的骨头高大。你讲人啊，无认家己的罪，就是哀恨，就是痛苦。但是上帝，你愿意让人来到你的面前，得到讨放，就是罪得到赦免，会当一个真轻松的心情，一个真谦虚的心肝。我要感谢你你的光照，我逐日时时刻刻要活在你的内面。我要宣告，耶稣属我，我也属耶稣。在你面前，你较稳当；在你面前，欢欢喜喜，每一日拢是欢喜。耶稣属我，我属耶稣。耶稣属我，我属耶稣。追求快乐，不敢软弱，蒙主光辉。放下一切，拥抱耶稣，快
日上帝对咱的疼痛、快乐日，咱来慢慢来吟，把这的话放入去，伫咱日常生活就真侪咱的呼吸来讲。快乐日，快乐日，我将最远主谁前去，最低消灭，无限欢喜，喜眼光，微微美丽。快乐日，快乐日，我将最远主谁前去，快乐日。快乐日，我将最远主谁前去，谁的下面无限欢喜，一缕阳光，微微美丽。快乐日，快乐日，我将最远主谁前去。哈利路亚，主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劳。哈利路亚，荣耀归主。至圣的主上帝，你洗清阮所有的罪孽，借着基督的宝血，互阮得到清气，互阮对罪人变成上帝的后生查某囝，互阮伫上帝你的照顾引带内面，阮会通离弃黑暗，进入光明，诚侪光明的囝儿。因你的慈爱甲怜悯，阮会当伫上帝殿中来敬拜，就是阮受过犯所赢。上帝，你犹原怜悯、洗罪，搁再一届接纳阮。愿献上阮的感谢，伫今早起，阮同齐聚集伫你的殿中。主啊，阮仰望你的疼，继续赐阮怜悯阮，保守赐福互阮，就是互阮会通诚侪福音的使者。互阮亲自来经历，伫至悬的所在，将一切荣光拢归予你，将荣光归予至悬的爸上帝。主啊，安尼阮就要伫地面上上界卑微的所在，来得到你所赏赐一切的平安，甲一切喜乐、稳定甲疼痛。主继续帮助阮，坚固阮的信心。伫阮行天路的日子，伫阮信仰的过程，虽然会拄到真侪挑战，但是主你应允阮，迄要来的日子就近了。既然忠心到底的，就要得到主你所赏赐荣耀的冠冕，要甲正天使，要甲上帝国的子民，甲爸上帝三甲行起，同齐伫阳光内面。直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亲爱的姐，请坐。咱请献归周报第4面。同齐来上读本周的金句，咱的经文罗马书
第6章1节到4节，咱请同心来上读，请。安尼要安怎讲呢？咱敢会当要搁伫罪中，互恩典显做罪吗？的确毋通。咱伫罪上死了的人，敢会通搁再伫罪中活咧呢？敢毋知咱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伊的死吗？所以咱才着洗礼归入死，甲伊一同埋葬，原是叫咱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爸的荣耀对死里搁活共款，咱搁再一摆来祈祷。主愿你亲自赐阮帮助阮，引带阮进入你真理的自由甲丰盛。圣灵，阮尊重你、敬拜你，也知影。人无法度凭着家己的喙讲出上帝的话，也知影，独上帝你圣灵来感动阮的时阵，阮才有法度真正领受属天的话语，刻明阮的心中，也才有圣灵的开力，互阮会通行伫上帝你的真理上。主你赦免阮拢总的辜负，医治阮的疾病，搁再一届，因你的恩典甲疼痛，亲自赐阮下面的时间，伫圣灵的引带内面，同齐受主你的教示，并且刻明阮的心中，引带阮着行的路。阮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段经文对着咱提醒，一个基督徒伊的活命是对上帝领受新的开始。总是有的人讲，上帝救恩既然若是遐尼大，安尼人犯罪，上帝赦免，安尼我着继续犯罪，通互上帝恩典显明搁较济，安尼毋是介好的代志吗？但是保罗讲，即款因着恩典来放纵家己的，是对着上帝恩典一个极大的误解。因为伫活命内底，若是亲像一个人，咱甲伊教，来讲哦，你毋好安尼行路的时阵，定定爱弄红灯。伊就讲，我行路的人上介大，哦，车拄着我，就一定爱停落来。确实是有影是安尼，但是实际上，咱会拄着一个真实的代志。你看到有个人吼，战争的时阵，才有一个新闻，就有一个阿伯对这红青灯安尼行过，就安尼行，规个吼，车拢总青灯哦，但是阿伯伊就对安尼行过来，手安尼就安尼共举咧，全部的车吼拢停落来，互伊行就对啊。即摆台湾的交通或者啥，行人最大嘛，所以举手时阵车龙，即摆遮一台，当伊行到遮的时阵已经伫要过马路啊，遮一台拖拉机足大台，拖拉机安尼停落来嘛，停落来，迄后壁就继续向前行，继续向前行的时阵边仔遮有一台轿车，但是遮后壁去互迄个车挡掉咧，这轿车毋知啊，无看到人，所以就全安撸过来。结果后壁都行来到遮，好拄好毋拄好，你知影无？迄后壁行到遐的时阵想讲赶紧走过，结果安怎骹烧破，怎拍落去？迄车怎位边怎甲交过？安尼交甲甜，交甲满，也得慢。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当然政府规定咱行人优先，这是事实，但是交通规矩，咱嘛是爱遵守啊。袂当讲我行人最大，我要安怎就安怎。路是公家下啦，所以就爱遵守规矩。所有一切自由，是伫律例典章内底
来遵守、来建立起来。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对着咱提醒，保罗讲，敢会当因着恩典来放松家己，千万唔通安尼自作孽，因为咱已经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伫罪上来死，并且咱是借着被上帝的荣光对死里个活，所以咱死啊，了后咱个活，就亲像基督死啊个活。基督有死，但是伊的死是为咱的罪死，咱的死是因为咱家己的罪，所以咱爱死。但是基督已经替咱死，所以咱就唔免死。但是咱实际上受洗，是必须要通过这个洗礼来表明、来见证，我是甲耶稣基督同齐做伙来领受上帝救恩的。所以保罗讲，咱敢会当继续伫罪中活咧吗？千万唔通。所以伫这当中啊，咱来思考两个题目。第一，就是归入基督的死，人是伫罪顶来死的。人生内底无法度讲，古早人讲，鼻空压落无好人，所以济少少，咱拢会有罪。所以迄个罪生发出来的时阵，你会当甲看。我有一届的时阵啊，中国有一个真出名吼，一个幼稚园。这个幼稚园吼，放真济只摄影机，每一间教室拢放摄影机。这社会行为学家吼，因做一个代志，因就是吼去甲迄囡仔吼咧困中昼的时阵。该打一个迄个做啥货？啥？无迄落吼，毋是沙龙帕斯哦。OK 棒叫 OK 棒，谢谢。足久无讲迄个字，你敢若？迄哦，甲全部的囡仔吼，拢该打一个 OK 棒。了后的时阵吼，都囡仔咧困的时，拢该打一个 OK 棒。结果的时阵吼。听人甲囡仔困起来的时阵哦，记者哦就甲问讲，你头壳是安怎打一个 OK 棒？伊讲就贪拄爱弄着的。你知影？咧困中昼哦，别人甲打的哦。了后时阵哦，囡仔毋知影哦。了后记者就甲伊问哦，就讲你头壳是安怎打一个 OK 棒？了后时候伊讲就贪拄爱弄着。伊敢有弄着？无。了后个囡仔。伫老师甲问的时，甲下面记者甲问的时候，你头壳哪会打一个 OK 棒的时候，伊讲今仔日我含人相拍哦，迄人甲我绕一个，怎啊遮1分，老师甲我打。迄你知影无？迄囡仔讲袂出 OK 棒对倒位来，拢安怎？拢家己讲家己死。佫有诶迄怎啊走转去甲厝内底 OK 棒要佮打掉的时阵迄学生甲因爸母讲啥？老师甲我拍。结果时阵听起来无伤痕无啥，迄个实验震撼了中国的教育。安怎震撼呢？伊讲你敢知影是安怎迄个啥教室内底爱装摄影机，是咧保护学生啊，是咧保护老师？保护老师的啦，毋是咧保护学生的啦。是安怎？你会看，遮细汉的囡仔幼稚园呢，还未满6岁呢，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囡仔拢咧讲白贼。一半以上的囡仔拢讲白贼，一部分的囡仔讲，我嘛毋知，我困起来就打一块 OK 棒，这抑佫算老实话，我就是毋知嘛，我就打一个。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约翰福音第8章内底有一个真出名的比例，就是一个惊淫的妇人人。伊有证人抓着，了证人来的时阵就咧指责，甲耶稣控告，讲照摩西律法，即个人爱摕石头甲伊钉，互伊死。但是耶稣基督甲因应一句话讲：伫恁当中，什么人若无犯过罪，你会当摕第一粒石头起来甲伊钉。圣经讲对少年的甲老的，一个一个刷开，对无？毋对圣经是讲啥？对老的
甲少年的一个离开去。啥物回意思？人咧保险咧广告的时阵讲啥？食愈老领愈济，对无？哦，你保险若不到一个到期的时阵，伊就互你领足济。但是安怎？犯罪这项代志是安怎？食愈老犯愈济啦。哦，你若莫讲啥，一年犯一届罪就好啊。活到60岁就犯60届呢。啊，人诶活到6岁才6届尔，安尼听有迄个意思无？所以咱会做，但是今仔日活命内底的一个稳定是，咱伫即当中，咱的人生内底其实就亲像安尼，这是我了的时阵哦，我就半暝去困，半暝要困的时阵哦，我搁背一个手机啊，背一个手机啊，搁看一个这，搁看一个迄，困到2点，含面茫着咧做歹，你敢知？啊，就吼，啊，到3点4点起来，就想讲圣经讲啥？迄个吼。做贼的人望暗暝，啊了后的时阵吼，做歹的人望天光，啊一直犯罪，一天12点钟拢咧犯罪，一直行。圣经甚至讲到一个地步是啥呢？那阿的时代，迄时人头壳内底所想的拢总失败，这就是咱的人生。咱会想办法要打败别人。咱无希望别人比咱较敖，咱的嫉妒，你敢知影是安怎的嫉妒？嫉妒就是吼，咱伫当中袂晓欣赏上帝伫人身上的恩赐甲能力。古早人讲啊，嫌人穷，万人补，嫌弃穷人，但是呢，又埋怨富有的人，仇富。所以伫咱的人生内底，咱真容易有即款的活命。但是当伫咱的活命内底，基督羊羔伫咱的身上，伫咱的头壳顶来指引咱的道路的时阵，你会发现一件代志，就是上帝的能力伫咱的身上，咱的活命，耶稣基督伫咱的头壳，伫咱的心中来掌权的时阵，迄个罪的权势会落去。咱会当甲上帝三脚同行，伊的日子伫上帝的赐恩，伫伊的赦免，咱的日子会一直伫当中，罪的权势会愈来愈少愈无，愈少愈无。你的人生内底，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开始有行良善的能力，但是迄个罪会定，搁要倒转来找你。总是圣经伫这个所在讲是。当咱伫基督的疼痛内底的时阵，咱的日子会变做一个义的日子。咱这个人伫受洗迄个时刻，咱会成做一个义人。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就是救恩，这就是昨暝圣诞节以马内利，耶和华上帝，伊要甲咱三角同在，救主耶稣要甲咱同在，圣灵要甲咱同在。上帝甲人三角同在，每一日陪伴咱、引带咱，这就是以马内利的人生，这就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咱无搁再互罪甲咱捆绑，咱伫基督的救恩内底，成做一个义人，这是稳定，这是祝福，这是疼痛。所以伫活命的稳定内底，咱称做义。伫咱接受洗礼这条线，这个日子开始算的时阵，上帝就看咱做义人。但伫这当中进程还未，咱若是伫这进程还未洗礼的时阵，咱的罪问题敢有得到解决？无，咱的罪的问题无法度得到解决。这就是安怎爱相信耶稣基督，爱勇敢伫主的面前，就亲像迄个顶十字架顶的迄个。罪人，伊甲耶稣基督讲：主啊，你的国降临的时阵，求你纪念我。伊伫迄个时阵承认主的名，伊伫迄个所在，甲耶稣基督同齐进入上帝为咱所备办的这个乐园。当咱正做义，并毋是马上就进入到永生内底，咱抑阁活伫这个世界。所以，咱的活命抑阁
有一段路爱行。咱所以对着这个义、清义，咱的罪得到赦免，咱进入到永远活的日子内底。但是伫这当中，你会看到，这当中咱爱挖靠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就亲像今仔日牧师娘甲咱所带的诗歌内底，伫圣灵引带咱会当向前来迈进。这条路一直行到永远活，这条路还搁咧行，咱还搁活伫这节路内底。但是伫这节路内底，咱因为有上帝称咱做义，所以过去的罪上帝无算。但是一真庆是咱的日子开始进入称义的生活，咱开始会行良善的代志。上帝的能力伫人的身上，伊会互咱有能力拒绝迄个罪恶。但是伫这当中，你会看到一个是咱过去遐歹习惯。遐想法还佫会限制咱，义甲我有一个差别。义就是咱的头壳顶有一只羊啊，上帝羊羔除去世间人的罪孽的。我本性就亲像迄个阿伯咧过马路共款，无去管着别人的感受。伊伫迄个时阵就是执意要行家己的路。但是即款的生活，你会看到一个代志。就是虽然咱称做义开始行良善的代志，但是怎样真容易会阁倒转来，伫我继续犯罪这款的过程内底，圣经来称作这个物件，讲或者主耶稣讲，就亲像啥？猪啊，一只猪洗清气啊，佮走落鹿骨糜内底割了，一只狗啊，食伊。吐出来物件，安怎？搁家己食倒转来，所以这就是咱会有一个溃烂伫这个所在，咱会伫迄个所在开始有一个真大的幽幽切切。总是呢，这咱过去的时阵，若无信主耶稣，咱袂安尼，咱袂安尼，安怎袂安尼？咱过去无信主耶稣的时阵，咱会家己自我称做义，所以咱会惯死犯罪。我做会安尼就对。你知影，上界大的罪啊，检测抑个毋是杀人放火，上界大的罪是我家己就是上帝，我家己定着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歹的。我做人凭良心吗？我哪得爱信上帝？我做代志拢凭良心呢？我哪得爱信上帝？这就是家己当做上帝。你听我的意思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界大的歹是我家己。感觉我无需要上帝，我就是上帝，所以伊无一定是杀人放火。所以到伫这当中，咱会发现过去的时阵哦，咱无即款拉扯的力量，咱无迄个两个力伫迄个所在相救，因为咱拢行安尼啊，咱古早的时阵拢是行即款的路，就是我家己讲，我家己算。但是即马开始的时阵，你会发现圣灵有一个能力，互咱。喙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伫即款当中会开始产生一个诱的溃烂，伊要甲你诱倒过，伊要甲你诱倒过来。但是你会发现，这就是义。上帝互你安怎？顶头生的意思所讲的，就是伫遮，上帝互咱有一个新的开始。过去的罪拢甲伊撤销去，好。安尼，上帝讲啥？你过去拢怪我，互你犯罪。无即马，我甲即个罪拢甲伊撤销去啊！换你家己来做决定。来，斟酌上会继续犯罪无？我甲你讲，嘛是个会。但是虽然个会，咱会有怎样？咱就是迄个时阵，就是开始做啥？你人生选择，你开始有选择的能力。过去毋免选择，因为拢一直做歹。但是即马呢，开始会有选择的能力，这就是稳定的开始，这就是生命的开始，这就是新生命的开始。咱开始有做毋对，心肝会艰苦，要做会有一个感动提醒，甲咱讲毋通做。迄幽幽切切伫迄个所在，真久真久的时间。总是咱伫迄个当中开始顺服圣灵的时阵，你就会发现，
咱的活命献互伊做器具，咱的人生就会更新变化。了后，咱会继续伫结出圣灵的果子。亲像古早牧师捌甲各位讲一个人，甲讲一个故事。你知影有一个人，伊去算命，因为伊活命过了足艰苦的，所以去算命。去算命的时阵哦，迄个算命师咧甲伊讲一个代志：40岁以前吼，你拢安怎？你拢会足歹命，你拢会足艰苦。哦，迄人听者足欢喜的讲：啊，40岁了后咧，40岁就会好命，敢毋是？迄人算命甲伊讲：毋是，40岁了后你就惯死啊！所以咱共款伫活命内底，其实咱顺服圣灵。甲家己的机体献互伊做器具，心意更新变化，结圣灵的果子，这是啥？培养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会有真困难。但是呢，过几年了后呢，你若培养了安怎，你就会惯势。古早的时阵吼，你知影，暗时要困爱刷牙，爱洗喙，了爱甲喙齿棒吼用互好。我就是古早的时候无人教，人教，阮爸爸妈妈教我教讲，暗时要困之前哦，爱洗喙齿，我嘛毋听，我就足爱困啊，搁要洗喙，就困。结果哦，即马食老你就知，遮欠一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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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后呐，倒加喙齿，倒加喙齿也补袂吧。了的时阵哦，去种喙齿，种喙齿的时阵，佮上到牙槽骨我来讲，天然的上好。上帝所想做的上好，上帝甲咱讲的代志上好。你即马毋听，看起来嘛无安怎，但是到落尾呢，到时你就知所以咱听上帝的话，一直听，甲上帝同行，终其落尾，这条路，咱选择顺探圣灵的时阵，伊就安怎？甲圣灵、甲上帝三甲同行，引带咱进入永远活。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咱开始有选择的能力，开始有稳定。但是，咱圣灵对咱来讲，伊会提醒咱，但是咱有一个惯例。上帝讲：你家己会当做主，救恩毋是勉强，救恩是你家己会当做主。你要接受毋接受，拢会当。但是咱就要斟酌注意，当圣灵咧感动咱，上帝已经互咱有一个新的开始，了后伊互咱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但咱安怎拒绝圣灵？咱会当拒绝圣灵，因为上帝对头到落尾袂甲咱勉强。总是咱家己看，拒绝圣灵就是甲家己献互不义做器具，两个是有对拼的，互相相拼，你就看会出来。献互不义做器具，会欢喜会快乐无？会，我甲你讲，同款会欢喜会快乐。但是安怎？沉沦伫罪中之乐。但是这是心意更新变化，享受圣灵所结的果子，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咱会伫这当中享受上帝恩典，但是拒绝圣灵同款会有欢喜快乐。总是的欢喜快乐是啥？罪中之乐。伊无甲上帝相同行，终其落尾，伊进入情欲甲败坏内面，上界落尾，伊自绝伫上帝，带来败害甲灭亡。亲爱兄弟，什么是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人上帝使咱称做义，但是咱会当继续活伫这当中，总是活伫这当中。终其落尾，伊就是人生的结局，就是败害甲灭亡，甲上帝永远隔绝。毋是上帝拒绝咱，是咱拒绝上帝。所以毋好讲上帝甲咱的名撤销去，是咱家己摕鉛笔斧去甲迄个名安怎甲撤销掉的。所以求主赦免怜悯咱。互咱个人会通伫称义了后，开始顺探圣灵，甲家己献互伊做器具，心意更新变化，享受圣灵中的喜乐，甲上帝同行，互咱行向永远活命的福气甲平安。上帝恩典是啥？上帝恩典有两种，第一就是撤销
撤销即所有进程会才会做。我今日受洗，我称做上帝的儿女，我甲才会做，上帝伫即当中甲做，全部拢甲伊撤销去，这是恩典。但是恩典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啥？靠着主的能力，会当无搁再犯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成做上帝的囝，上帝的圣灵会伫我的心上运行，了圣灵会对我讲：呼求主的名，你就会得到救。所以你的活命会开始一直行，一直行，愈行愈行愈行，甲上帝三甲同行，进入永远活。上帝撤销你的罪。所以恩典有两种，一种是撤销以前的罪，另外一种是啥？互你有能力，亲像主有风声共款，会当拒绝罪恶。这是恩典。真侪人敢若期待犯罪了后得到下面的恩典，但是实际上更较大的恩典是啥？伫还未犯罪进程，你有能力去拒绝罪恶，迄是更较大的恩典。因为安尼，你的活命会成做一个圣洁的器具，互主所录用。你的活命会带来上界水的更新甲祝福。所以对答以后，对答以后，咱会当三甲做伙。会记哩，咱虽然罪抑阁会甲咱高高甜，但我呼求主的名，靠着恩典能力。赢过罪，你会记哩？就亲像像彼得行伫海面，当要沉落、要灭亡的时阵，迄个重点毋是要沉落，迄个重点是啥？沉落就死啊！你听有无？沉落就死啊！迄才是重点，毋是要沉落，沉落就会死，死才是重点。但是迄个时阵，彼得做一个祈祷，伊安怎祈祷？哦，共有影甲伊拍破一下。人生上界重要的祈祷，也是上界底的祈祷。主啊，救我！圣经讲啥？呼求主的名，就安怎？就会得到救。所以呢，咱无能力，咱绝对无能力。但是呼求主的名，就有能力。了爱记哩，咱是上帝的囝，咱已经伫基督内底，成做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你有自由拒绝罪恶。伫生活的选择内底，恳求圣灵，每一天提醒咱家己：我今仔日要做新的人，要做上帝的囝，有尊严的生活的款式。基督恩典是赦罪的能力，更较是互人脱离罪的能力。罪恶袂当阁成做锁链来捆绑咱。受洗是甲基督联合，改当死，改换罪死，改阁活，换着上帝来活。活出上帝的荣耀，咱的罪无搁再受纪念。就是今仔日，咱犯罪，上帝也是同款的赦免。但是爱会记哩，赶紧倒转来，赶紧倒转来，毋好互家己干那支取犯罪了后所得到的赦免恩典。搁较重要的是啥物货？伫还未犯罪进程，就已经支取上帝，互咱。免犯罪的能力，迄个较是更较大的恩典。三甲仔头来祈祷，主上帝，你亲自赏赐互阮能力、恩典甲听通，通过你的话语，就是你的真理，你所讲的，互阮有能力拒绝罪恶。主，阮会当享受甲你同行的活命美好，会当成做圣洁的器具，合乎主的路用。也会通甲主你伫上帝国度三甲有份，愿一切上赞而乐荣光归于至高的主上帝。主你为阮所受的苦楚，十字架上的救恩，今仔日诚侪阮赦罪恩典，并且也诚侪阮拒绝罪恶的恩典。阮当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帮我拿一块垫子，谢谢。
谢谢。一个句话，一个句话，谢谢。各位亲爱兄弟，伫咱的兄弟三位兄弟要接受洗礼进前，咱也搁再一届三甲做伙伫遮呢，同齐要来甲因做美好的见证。求上帝施阮怜悯帮助咱，互咱伫个疼痛甲伊的祝福内底，三甲同行有份。要欢上帝伫一切事上扶持看顾咱。今仔日，咱来到伫伊的面前，要同齐领受这一份的慈爱。所以，咱亲像主教示咱的，咱着离开所行的歹，来甲主三甲同心同行。为愿主伫这一切事上，是阮祝福、保守、看顾咱。咱个先三甲做来吟唱今仔日上路尾首诗歌《快乐日》，快乐日。直接打上来就好，不用投影幕，不用投影幕，直接打上来就好，谢谢。快乐日，快乐日，我将罪孽自洗清去。情有一日，我心决定，信靠耶稣救我灵魂，伊是心中无限欢喜，愿到达处传扬救恩。快乐日，快乐日，我将罪孽自洗清去。快乐日，快乐日，我将罪孽自洗清去。亲爱兄弟姊妹，感谢上帝恩典。今仔日咱有3位的兄弟要接受洗礼，李建立兄弟甲吴库特姐以及吴秀玉姐。感谢主的恩典，我一天咧整理因的这个洗礼证书的时阵，发现因3位拢是同岁，40年厝的，敢若一位是41年厝的日子拢非常的近。只后做咱少少的做伙来洗礼安尼感谢主的恩典迄感慨啊，这真正讲感慨伫上帝的厅内底，咱三甲做伙。伫咱3位兄弟，因的这个人生重要的时刻，三甲做伙有份。咱请3位来咱无咱请一位起来，来请建立兄先来头前，来细里豆豆来，等者好，你徛者，好徛者，先徛者，先徛者。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咱要为建立兄。来洗礼，为库德姐来洗礼，为秀玉姐来洗礼。伫这个神圣的时刻，咱搁再一届三甲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阮感谢你的疼痛，借着耶稣基督顺探你的旨意，来到世间为阮的罪来死，并且对死里搁活，诚侪阮会当相信的证据。搁因为
基督对死搁活的权能要赏赐予阮，照安尼圣灵来了，亲自加添予阮气力，伫主你面前领受活命的能力。主，阮感谢你，阮今仔日为着你建立兄，为着我苦头，为着我受辱，为因三位来行洗礼的礼仪。上帝，你伫天顶，照你的应允，亲自成就你的救恩。照你所讲，既若相信的，你就要赏赐予因有一个官兵，做上帝后生查某囝。你将因的名字记伫你的活命册顶。阮感谢主，听阮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建议啊，请你跪落来，跪咧，跪咧，对。好，较袂了，好 ，OK， 好来，来，起来，好来，囥咧，好来，你双手合掌，双手合掌安尼得 ，OK， 好来。你建立兄弟，你这个时阵要接受洗礼，我照着耶稣基督赏赐予教会的权柄，以及台湾圣教会负予牧师的职责。这个是你要洗礼进前有3个问题，我会问你，请你斟酌思考了后，通回答我。第一，是毋是你相信耶和华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的活命也是伊所赏赐，你愿意安尼相信吗？第二，是毋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囝，为着世间人的罪来到世间？为着你的罪来钉死伫十字架顶，担当你所有的罪，提起罪的刑罚，并且伊第3日对死搁活，诚做你会当相信伊诚做救主的证据。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宣告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第3，是毋是你对答以后愿意顺探圣灵的引带？互你会通殷勤读圣经、祈祷、甲主相同行，顺探主的教示，通互你行伫圣灵感动的道路上。你愿意安尼来相信吗？你建立兄弟，因为你所做的信仰告别，这是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行洗礼，你的名字李建立记伫活命册顶。你虽然到伫年长的日子，我犹原陪伴你。你的人生并不是孤单，家己行人生的道路，因为我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我疼惜你，我照我所应允的话。要甲你相同行，所以你的心毋好惊吓，你毋免感觉孤单，因为我是疼惜你的上帝，陪伴你、引带你，直到你见我的日子，也要对我得到称赞、保护甲永远的福乐。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先请，我哋先听这个。看到这。来，请你跪落来，请跪落来，跪落来，谢谢。打，好 ，OK， 安尼好，相信合掌，好，谢谢，我OK， 谢谢，好来。我苦到这，你这个时阵要接受洗礼，伫你要洗礼进前有3个题目，我爱问你，请你斟酌思考了后回答牧师。第一，是毋是你
相信耶和华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的活命也是伊所想事，你愿意安尼相信吗？第二，是毋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囝？伊为着你的罪来到世间，也钉死伫十字架顶，提起你所有罪的刑罚，并且伊第三日对死搁活，成做你会当相信的证据，并且伊活到永永远远。你是毋是愿意宣告并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愿意安尼相信吗？第三，对当以后圣灵的确伫你的心中引带你，是毋是你愿意顺从圣灵，殷勤读圣经、祈祷、默想主的话，通互你一生的年日得圣灵的引带，直到见主的面？你愿意安尼做吗？因为你所做信仰的告别，所以我伫这个时阵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行洗礼。你的名字吴区桃，写伫活命册顶。我是你的主上帝，我的确用公义的手引带你，我兴起你。我尊留你的活命，兴起你，诚做你家庭的守望者。我要赏赐予你快乐，你着为你的家庭守望祈祷。我要将着救恩的快乐甲你分享，予你透过你的服侍，会通祝福你的家庭，叫你的家伫我的疼痛甲稳定内底，愈来愈侪人认捌我。直到你的囝儿孙，伊若要听见我的名，顺从我的名，所以你着兴起祈祷，为着你的家庭祈祷，安尼我着要祝福，互你甲你的子孙，直到千代万代，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这好来，跪落来，好来，我紧跪咧，紧打跪，嘿，哦好 ，OK， 好来，谢你，好 ，OK， 好来，好，等下佮甲你求起，好，谢谢，好来，甲双手合掌，嘿，来，安尼。在祈祷，嘿，对，嘿，好，安尼好，嘿，好，我紧，好，我紧，好来，好 ，OK。五手玉姊妹，你今仔日要接受洗礼，所以伫这个时阵，我有三个题目要问你，请你斟酌思考了后回答我，诚侪你洗礼的根据。第一，你是毋是相信耶和华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的活命也是伊所想事，你愿意安尼相信吗？第二，你是毋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囝，为你的罪来到世间，并且替你死伫十字架顶，提起所有罪刑罚，以第三日对死而搁活，诚做你会当相信的证据，并且伊活到永永远远。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第三，对当以后，圣灵要甲你三角徛起，你是毋是愿意顺从圣灵，殷勤读圣经、祈祷，互圣灵引带你一生的道路？你愿意安尼做吗？五手玉姊妹。因为你所做信仰的告别，我这个时阵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为你来行洗礼。你的名字吴秀玉，记伫主的活名册顶。你是我所疼的查某囝。你有时感觉孤单，你的心情我知影。你为着你的囝儿心中的愁苦，我也明白。总是你着将一切重担卸予我，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顾念你。我的确兴起人来帮助你。你的心无得惊吓，你的确得爱勇敢起来，因为我是扶持你的上帝。你若相信，能力就要伫你的身上。你若软弱，你若拒绝，你的日子就悠远伫软弱内底。但我要用公义的手扶持你，所以你着听叹我的话。我要束缚引带你，我要继续伫你的身上诚做你的力量，也要互你伫年老的日子悠远会通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将罪恶自洗清去。来，咱请来，好，徛这只，来这，徛这，徛头前，徛头前。啊，咱这个时阵吼，来，请三位拢徛起来，吼，来头前这所在这，来，等下先握手礼，等一下，来 ，OK 来，徛好来，徛好来，徛。咱请目击同工以及咱。等一下，咱请所有的目击同工以及现任的执事甲小组长来到头前来行握手的礼。好，咱请三个座位来头前，吼，感谢主。来，恭喜上帝祝福，恭喜吼，上帝祝福，上帝祝福，恭喜，吼，平安。恩人拢换新的，阿妹。等一下，好来，这对，歹势，敢若各位上你个呢，歹势。来，小这是上帝教会所送予你的洗礼纪念。来，建立兄，谢谢，谢谢这，谢谢。来，这是洗礼证书，来，搁到这摕好，摕好，来，建立兄，谢谢，摕好。来，小这，摕好，谢谢。好，来，拜托平传兄，谢谢。来。赞！好，谢谢，各位家拍拍来祝咱的兄弟姊妹，谢谢，谢谢。真欢喜啊！
有的时阵，咱会看到一个代志，就是上帝的疼痛实在是遮尔大。我家己的丈人丈母吼，嘛是到伫70岁左右的时阵来接受洗礼，迄是一个真大的恩典。70、80岁啊，歹势我拢记毋到诶，我无师娘拢会甲我讲一下。感谢主的恩典，人会当到伫年老。但拄我见伊遐咧压手礼的时候，讲一句话，我听了真感动。伊讲缘尽拢换新的啊，对，缘尽拢换新的啊，上帝所想做咱圣灵的缘尽拢换新的啊。所以咱伫主的内面，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上帝的疼痛，感谢基督的救赎，感谢圣灵一路的陪伴甲引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地面上也要来强守圣餐。强守圣餐的时阵，是表明了上帝、耶稣基督圣灵、圣洁的上帝，竟然愿意甲咱三甲做伙联合。所以，咱的确要得用这款的画面，伫圣洁内底彼此相听，互相扶持。咱若伫照主所讲，咱安尼行，将来咱就会通伫上帝国，含伊啉迄个新的杯。所以咱即时三甲做伙，用敬虔甲感恩的心，同齐来强守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父上帝面前。因着圣灵对咱的引带，咱尊叹伊的教示，就亲像主耶稣基督教示咱的，咱着安尼行，彼此来纪念上帝的疼痛，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引带。主耶稣受卖迄阵的，提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讲这是我为恁所拍破的身躯，恁着摕来食，用安尼行来纪念我。伊讲我是恁的主，我抑阁是为恁来洗骹，做迄个上界卑微的代志来服侍恁。恁也着安尼行，亲爱兄弟姊妹，毋是干那食这个饼。啉这个杯，乃是咱着彼此相服侍，就是至悬的来服侍迄个至微细。主讲，恁着安尼行，为着是要纪念我，因为基督来，毋是为着要互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成做济人救赎的代价。恁着安尼行。来纪念我，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咱着安尼行来纪念主耶稣。诚心邀请见那奉爸囝圣灵的名来接受洗礼的兄弟姊妹，同齐做伙来纪念主。即使你若是心中抑阁有啥物无相信的，也是抑无法度赦免的，那安尼咱着暂时。无领这个饼甲杯，但是你若是确实已经相信，并且你伫主的内面愿意安尼甲主同行，安尼咱就三甲做伙同齐来纪念主，因为主讲，咱的确才着安尼甲伊三甲有分。恁每逢摕到这个饼甲这个杯的时阵，是咧表明基督为你来死。恁也着安尼彼此相疼痛，愿意付出活命来服侍。主讲，恁若安尼行，就要伫将来的日子，伫上帝国，甲我同啉迄个新的杯。毋是靠着你的功劳，是凭着你的信心的接受。
每样恁摕到这个饼甲这个杯的时阵，都爱家己心察，都爱知，这是基督的身躯，基督的血。食基督的身躯，啉伊的血，这个人有基督的活命伫伊的内面，伊伫末日也会搁活，就亲像基督搁活同款。所以，恁着用信心领受这个饼甲杯，也着审察家己，因为知影家己得到救，毋是凭家己的气力，完全是靠着基督的救恩。用即款的信心来领受。就伫基督的救恩上3甲有份，伫伊能力甲伊的权柄顶面3甲有份。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即使你若是还未接受洗礼，请你暂时无领受这个饼。甲这个杯，每样恁摕到这个饼甲这个杯的时阵，都爱家己审察，相信基督借着伊的身躯，借着伊的血，洗除你所有的罪过。你的活命有一个新的开始，有新的救恩、新的能力临到你的内面，并且。基督应允讲：“我也无定你的罪。”当基督讲这句话的时阵，是徛起伫后壁迄句话讲：以后唔通阁继续犯罪，唔通互罪做咱的主人，乃是靠着主的恩典，咱就通赢过罪。这是更较大的恩典。所以，咱着诚心纪念主为咱所做的，伫伊面前用敬虔甲感恩来孝念基督的疼痛，也着审察咱家己，互咱离开主所无欢喜的代志，互咱活伫伊的喜悦，并伊的恩典甲伊的救恩内面。来，请讲为接受为这饼献上感谢。即款至神的阿爸爸，我感谢阿乐你。我今仔日欢欢喜喜来到你的接信所内面，要调见你，因为你的疼痛满满来死了伫我当中。你早前你来去看地面上的囝儿，看地面上济济犯罪的囝儿，所以你用你的疼来呈现你的独生性囝。我来到这个地面，为着这地面的罪过缘故，拍破伊的宝体，流出伊的宝血。主，我伫这个所在，我讲袂出来土忘记，但是我总是知影，你有咧疼，为了阮做这罪过，为要赦免阮这罪过，所以你有疼来因带断了着阮。阮这时当要食啉你的宝血甲你的宝体的时阵。我会当真正透过安尼来去旧换新，真做是新造的人。因为阮知影你是主，是我的关台，是阮一生最大的愿望。阮靠无你来引导断了着阮，互阮一生家己你所应的道路，永无偏离，直到永永远远。阮将一切荣耀、上赞、阿乐，拢归于你。愿你的圣灵引导断了，互我一生一世行伫你所应允的。我哋在这个所在，感谢阿乐你，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之名。阿门。当这用信心来领受基督为咱所拍破的身躯。饭后，耶稣基督提起杯来，祝谢了，就分给学生讲：“这是我的
血为恁众人所流的，恁摕去啉，用安尼行来纪念我。这是耶稣基督的血，这是耶稣基督的血。基督既然无顾惜家己的性命，为咱来舍弃伊的性命，就讲，恁也着安尼行，彼此来服侍，互相来扶持。人为朋友舍命的疼，无比这搁较大的。当昨日的时阵，台北捷运发生随机杀人的事件，其中有一个57岁的人，这个查甫人一起来抵抗，来伫当中要阻止这个凶手做安的代志，不幸家己来牺牲。亲爱兄弟姊妹，伊的牺牲阻止了一寡代志，总是极其有限，但是伊的疼心是亲像基督的疼心同款。基督赦免咱拢总的罪过。总是咱也的确得爱伫这个世上，三甲主来行，效法基督的疼，为人甚至愿意付出家己的生命。知影这个代志无容易，但是迄个心志的确爱放伫咱的心，向着这个方向来行，愿意。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愿意为着人来牺牲家己。来，请小英执事为着这杯献上感谢。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要救赎全人类的救赎计划，拢无改变。主啊，你无愿意一个人沉沦，你愿意人拢悔改得救。主，阮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感谢你，感谢你。你讲，阮若认家己的罪，你就赦免阮的罪，因为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主，我要感谢你，互阮会当得到救恩，毋是靠阮家己的努力。是上帝你白白的赏赐，那愿意的人就会当来得到这个永远的福分。主，阮感谢你，赏赐耶稣基督降生是为着世间人的罪。谢谢主。主也互阮会当真正伫罪中、罪中悔改来到主你的面前。主，阮感谢你，你为阮的罪来死，阮要为你来活，因为你是。搁真搁我的上帝，主啊，你的主爱直到永远，主你的疼永无止息，长看高深，毋是这个世界会当互阮的。主啊，我要来掠条上帝，你赏赐互阮的这个永远的福分。主啊，感谢你，你救赎的恩典临到阮的时。主，你用你的话语、你的真理的话来引带阮前面的路站。你的话是阮脚前的顶，路上的光，互阮无搁落伫这个罪恶内面，互阮真正伫黑暗中看见上帝，你伫头前来引带带领阮。无论阮即摆境况是如何，是伫顺境，是伫逆境，主，阮的心拢要来学了你，因为你互阮的心靠主你来刚强，也互阮会当赢过这个世界。赢过阮的白疼，赢过一切软弱。主啊，你是互阮会当伫你的内面
真正得到大快乐的上帝，运行伫阮内面的这大灵大力要充足伫阮的内面。主啊，也互阮真知影，耶和华你所享受的一切福分是无带有忧虑的。主啊，感谢你，也互阮真正来到你的面前，互阮所有兄弟姊妹伫教会当中受到建造，也互阮照着上帝你享受，互阮无共款的恩赐，阮会当真正伫基督耶稣内面合做一，互阮会当真正来建立上帝你所欢喜的教会，互阮这公共的，阮会当来扶持软弱的，也互这人会当真正看到教会的疼，主啊去应因来到你的面前。主，阮感谢你建立教会，真做荣耀圣洁的教会，来见证上帝你的名。主，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三甲做伙用信心领受基督为咱所留的会。把杯收回来。伫收杯的时阵，咱三甲做伙起立来吟唱圣歌第85首。亚洲。耶稣基督为咱拍破伊的身躯，流出伊的血，咱也着用这款的信心甲疼心来成全主心中的欢喜。我罪过无下数，受死救我认定的无，真是我的救主，耶稣为我罪过受定的十字架，天身受伤为我打破，这是我主保体，耶稣为我生命，设立信仰的杯，照亮赎罪，工作完成，这是我主保会，耶稣叫我真救，主爱当看关心，多体感谢，使我享受，不会使我啉。这是咱的游玩徛的，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亲爱兄弟姊妹，伫这个神圣的时刻内底，所献上的不只是咱的金钱，咱更较是伫主的面前献上咱家己，一生为主来活，甲主同心同行，为愿主以家己荣耀的能力、国活的能力伫咱的身上，互咱靠主刚强、奋勇，行向上帝为咱所预备永远活的道路。将我所奉献予主，无一丝毫小家己，是个欢喜，诚心可主，愿属尊重以及奉献我所有，奉献我所有。
我所，前来救助，奉献我所有，将我所有奉献予主，甘心乐意全奉献，对答以后，应甲听主。永远甲主相结连，奉献我所有，奉献我所有，用归耶稣，前来救主，奉献我所有。我所有奉献予主，脱离罪恶，正罪成，得着圣灵，大大充满，领受能力，更丰盛，奉献我所有。我所有，拢归耶稣，前来救主，奉献我所有。全能的主上帝，的确悦纳你所有一切诚心的奉献，佮因为你效法伊的听。伊就将同样属灵的能力甲权柄加添伫你的身上，互你诚侪圣洁合乎主所路用。愿颂赞阿乐归伫至高的主上帝，愿平安喜乐稳定甲疼痛，赏赐伫你甲你的全家。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引传，甲恁众人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现在请坐，请坐。咱即时来介绍咱的新朋友。来，咱有一位江真莹姐妹哦，是金文姐即摆的朋友。好，来，咱拍拍欢迎真莹姐，真欢迎真姐来到咱当中三个做敬拜上帝，好，请坐。咱会后会当甲真莹姐三个做一寡分享甲沟通。上帝赐福，大家平安。